尋日講到，事主 Zoe 因為想創業，透過一間中介公司認識一位經營自助洗衣店招盟商負責人伍生，短短幾個月損失近30萬。當時洗衣機供應商都知道 Zoe 苦況，冇追佢尾數之餘，仲幫佢維修好部舊機，等佢可以做生意。同時亦向 Zoe 透露，佢已經唔係第一個中伏，仲介紹咗另一位苦主 Maple 俾佢識。佢個樣好似好誠懇咁嘅，同埋佢係講到佢屋企人都係做洗衣業嘅。咁嗰陣時訂金就5萬蚊，咁如果加盟咗之後咧，就係每個月俾5000蚊。咁我當時同佢訂咧就訂4套乾衣機同4套洗衣機，咁就要俾28萬5。同樣係俾足錢買新洗衣機，到開張都收唔到貨。啲機有問題啊，落唔到嚟啊，貿易戰啊，雪期有問題啊，即係有好多藉口，我可以 send 晒 message 俾你睇。我哋後期先知道咧，全新機係講緊2個月就一定到嘅。但我哋同佢簽 contract 係6月嘅事啦，即係其實應該8月就應該到，但係拖，由8月開始拖到9月、10月、11月都未到啦，係完全一部機都見唔到咯。就係咁 ，Maple 白交咗5個月租，最後要出律師信要求終止加盟合約，再自己另外出錢買翻4套洗衣機先可以營運。設施嗰度就28萬啦，再加八達通系統3萬幾蚊啦，再加因為佢拖咗我哋咁耐，所以租金嘅損失啦，再加營業額嘅損失咧，加埋差唔多50萬咯。以為只係損失金錢，點知連信都俾人偷啊！琴日啫嘛，佢去我鋪頭偷我封信，因為佢其實有好幾次咧，佢都係非常之鬼鼠咁樣走咗入我間鋪頭啦。咁我嗰度有閉路電視係完全影到晒嘅。咁佢琴日咧就即係我知道有封信咧就入咗我鋪頭，咁但係幾個鐘頭之後發現唔見咗喎。咁我翻查呢個閉路電視嘅時候就發現，咦，原來阿伍生走咗入嚟我間鋪頭嗰度偷咗我封信喎。咁於是我就報警啦。同步 Maple 聯絡伍生，伍生聲稱以為封信係其他合作單位寄俾佢嘅，亦以為即刻還翻封信就冇事。點知嚟到警察一睇，封信抬頭係俾 Maple 㗎噃。警察就了解事情之後就將佢拘捕咗啦。但係點解佢要偷你封信咧？你認為？我唔知，可能佢想訛稱呢間係佢嘅公司咯。Maple 仲話，當初伍生幫佢買洗衣機，張報價單都好有問題。睇翻洗衣機報價單上面嘅公司名，商業登記寫住 online retail， 即係網上零售，同洗衣機完全冇關。而電子支付系統報價單上面間公司係提供潛水專業指導，都係亂咁嚟。至於另一位苦主 Zoe， 亦曾經嘗試查證。到去到10月份嘅時候，我就覺得唔妥當啦，咁自己就聯絡咗八達通公司，咁八達通公司就回覆我都冇授權佢用公司 logo 嘅，咁即係當初嗰張 invoice 係假㗎啦。我哋曾經打俾伍生冇人聽，於是我哋去到洗衣鋪品牌嘅地址查詢，但就冇人。隔離商戶都唔知呢個單位係經營洗衣店品牌嘅，而喺我哋離開嗰陣，伍生竟然打返俾我哋。我當然冇可能啦，我哋冇可能呃人啦，我哋係真係一個正當商人，我哋係如實去經營一個品牌，我哋做咗自助洗衣好多年㗎啦，我有記錄嘅，我有八達通公司嘅報價記錄，佢係有一個特別 offer special price for 我呢個公司，佢係講到明有呢個 record 嘅，咁呢間公司係已經合作咗一段時間㗎啦。OK， 明白。咁你會唔會可以 send 呢一個 record 俾我哋咧？因為我哋都收到佢嘅 email，係。至於 Zoe 俾咗15萬買3組全新洗衣機，變咗送嚟2組用唔到嘅舊機，伍生話係供應商嘅問題。咁唔係嗰件到咗㗎啦，機器已經到咗，安裝咗嘅洗衣機㗎啦。咁我叫咗師傅嚟啦，但係師傅嚟到個供應嗰部機，咦？我同佢個合約係講緊嚟到嘅時候要完成安裝好，然後試到機溫咗順暢，我先會俾埋個尾數㗎喎。伍生問緊你點解新機變舊機，你就轉移視線，又問下佢點解要攞走 Maple 封信先。呢件事咧，其實喺法律途徑進行緊啦。咁我都唔方便透露，但係事實上我係
冇去做呢樣嘢嘅。咁因為我仲係經營權裏邊嘅，但係呢個要需要咁係咪你俾人拉啊？其實我呢個我唔喺度回應啦，咁樣咯，係啊。佢同我哋講足40分鐘，都係冇正面回應過我哋嘅問題，不斷兜大圈，帶詢問遊花園。我哋提供咗機器啦，服務啦，但係機器未提供晒㗎喎。商業嘅秘密啦，商業嘅資訊啦，咁呢個係其實成個生意裏邊最珍貴就係前期嘅數據。即係你嘅意思係全盤生意最珍貴嘅就係你未俾錢之前講嘅幾句説話。供應咗，咁而我哋提供咗我哋嘅服務，我哋嘅合約，咁佢哋係應該履行個合約裏邊咧去安裝我哋嗰個招牌啦。咁你哋係咪應該都履行合約入邊？其實你係應該幫佢安裝嗰啲新嘅機器，同埋俾翻佢嗰個八達通機佢咧？你明唔明啊？係。另外你話實報實銷好啦，招牌呢度唔得，咁佢俾咗錢3部機器喎。你好啦，你話安裝嗰度有問題，咁第3部機器去咗邊啊？係咪應該都送到咗啦？我會上傳啲證據俾你哋。OK， 咁你出唔出嚟同我哋做個訪問啦？會有力啲嘅，因為我希望你嘅公平角度啦，去了解。伍生，你出唔出嚟同我哋做個訪問啊？咁而唔係單方面。係，咁你出嚟同我哋做個訪問，唔想單方面嘅話，伍生。可惜最後伍生都冇俾過任何所謂證據我哋。如果兩位苦主所講嘅屬實，佢哋可以向邊方面追討呢？喺呢個合約入邊咧，講到明咧，如果有任何一方破壞咗合約之後，又令至對方咧係會有一啲金錢嘅損失或者經濟嘅損失。我舉例啊，3萬蚊收入嘅，如果6個月去開遲咗嘅，咁即係你個損失就18萬㗎咯喎。即係簡單嚟講，你係除咗追你原本俾咗嘅錢之外咧，你令到你開唔到業，令到你係損失。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，喺民事嗰度咧都可以進行一個追討。咁我啊提議啦，最緊要咧兩樣一齊做，你亦都可以報警，同時間亦都可以進行一個民事追討。同一種情況，兩位苦主中伏。其實呢間名稱寫晒日文嘅自助洗衣店，間公司成立咗1年都唔夠，就向外自稱開咗8年，而家繼續有另一間網上中介幫手招加盟商添。我哋就以顧客身份諮詢，佢哋 send 咗張加盟店地圖出嚟。咦？其中呢2間咪我哋2位苦主嘅鋪頭，搞到2位損失慘重，唔通佢哋唔知，仲攞嚟做宣傳？於是我哋表明東張西望嘅身份，再查詢，佢哋就即刻拒絕回應。我哋唔方便答你，係啦。如果唔係查詢業務上資料嘅話，咁我諗我哋都冇通話必要啦。我而家淨係希望可以做好間鋪頭咯。打擊好大啦，咁嗰啲都係我儲咗10年嘅錢嚟㗎啦。咁就同埋依家即係間鋪頭，希望逐漸會搞翻好啦。